这个新北市长，民进党的参选人一直无来确定。即摆传出讲，民进党是咧等一个人，就是前副总统陈建仁。但是陈建仁一直无来探头，已经引起着基层的焦虑。陈建仁早起到蔡总统做伙来参加着活动，也是无来表态。若进前一直互点名的立委罗致政是来呛名咯，讲因无意愿来参选这届的市长，莫阁甲任命咯。 我没有太大的意愿来参选这次的市长，不用再把我列入。民进党立委罗致政未参选新北市长，另外一位立委吴秉瑞愿意接受征调，不过连夜要派上挑战现任市长侯友宜，一直还未决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今日参加中研院议事会议开幕式，翕相的士兵都是在前副总统陈建仁看得出真斗大。总统陈建仁有考虑要选新北市吗？ 双北是不是在等一个人？陈建仁面对媒体，蔡总统敢若下手无回应，陈建仁嘛真低调。打算要参选新北吗？今天院士会议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平安平安好。无要讲选举的议题，回归下述款国家入民进党的陈建仁传出是连赢内部界的新北市长人选，若愿意选新北，就算无赢，马宏认为会当延续蔡总统当时的路线，或者是替蔡总统介的接班人铺路。不过伊拢无答应，已经引起基层烦恼。 确实有很多的议员反映希望党中央能够尽快的决定新北市长的人选。我们目前小鸡还是在期待一个超强的母鸡赶快出现，赶快拍板定案。陈建仁前副总统我觉得这是无敌梦幻名单不然我觉得选举还是要尊重个人意愿。 离年底高合约的大选，敢若剩4个月，所有人选必须在17号全大会进前决定。民进党会伫5号搁一摆开选对会，估计除了决定花莲台东县长提名人选，新北市长的布局嘛搁一摆受到大家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